面對着這少子化的挑戰，勞動部配合着賴總統公布的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18項措施，在拜三也宣布優先這場配套方案，包括延長婚假、產假甲陪產假，也推出減工時未減薪水，也閣有這代津貼政府補助等配套。勞動部講，因為這新措施牽涉到制度的變動，就要透過修法才會當來落實。修正草案已經送行政院審查，若准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上緊明年1月初1就會施行咯。為着要解決少子化問題，總統賴清德拜三公布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18項措施。為育囝、教育，甚至到有線職場等等做全面的升級，就是要減輕育囝勞工的負擔。勞動部嘛開記者會說明，配合新措施會推出有線職場的配套，包括延長婚假、產假甲陪產假，各用 A 流程升級做育囝假，請假日為30天延長到60天，嘛推出育囝減工時未減薪水等等的措施。職代的津貼制度不是只是給減少1小時制度。包括我們剛才說婚假、產假、陪產假，因為育兒而會請的假別，也都可以來補助職代津貼。那它可是以日哦，這個會是不分規模的，每名員工只要有做職代的工作的話，每日我們會補助800元。對企業來講，員工請假的時間變多，甲人力調度攏是問題。勞動部希望用補助薪水甲職務代理來鼓勵企業，讓員工出來有12歲以下囡仔的家庭，通縮短1點鐘的工時。有人力銀行嘛肯定這項政策，認為通替企業勞人才發展嘛愈穩定。比較在意的是那個主管在員工臨時請假，他會工作安排要趕快找職務代理人。所以，如果中小企業他們確實如部長講，就是人力沒有那麼多，他在安排上面會比較捉襟見肘。那如果說有提供職務代理人，他願意去接他工作，會有補貼，相對那個人做起來會比較心甘情願。勞動部認為優先職場嘛，就透過修法來實施。目前性別平等工作法甲就業保險法修正草案已經送行政院審查，若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上緊明年正月初1就會當實施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